各位家長大家好，今日我哋處理一個更加日常，但可能更加令你谷氣嘅問題。你係咪成日都覺得點解我仔女成日都唔交功課，又遲到，間房亂到打仗咁，做嘢冇手尾？你鬧佢懶，態度差，但係情況又好似冇乜改善咁。其實好多時候問題根源可能唔係嚟自懶，而係嚟自佢哋腦部嘅執行功能 （executive functioning） 比較弱。咩係執行功能呢？你可以當佢係我哋大腦嘅 CEO 或者總司令，佢係幫助我哋去規劃啊、組織啊、開始同埋完成一啲任務，去管理我哋嘅時間、控制衝動。對於有專注力不足及過度活躍症 ADHD 或者自閉症譜系障礙 ASD 嘅學生嚟講，呢個總司令嘅運作效率可能冇我哋一般人咁好。所以即使係佢哋心裏面覺得我想做啊，但係佢哋嘅身體同埋大腦就做唔到啦。呢個係生理上嘅困難，係做唔到，而唔係佢唔肯去做。明白呢一點，我哋就可以用一啲實質嘅方法去幫佢哋咯。第一係視覺化策略，因為執行功能弱嘅仔女對於時間同埋任務嘅感知比較模糊，我哋要將抽象嘅嘢變成具體可以睇到嘅嘢。例如喺香港咁繁忙嘅學習節奏裏面，你可以教佢用手機嘅日曆或者係待辦事項嘅 app 去將佢每日要做嘅功課啊、溫習啊、活動啊全部寫晒入去 ，set 翻個 alarm 提示，或者喺屋企當眼嘅地方整個大嘅白板，用唔同嘅顏色筆去寫低每日、每星期嘅任務。每完成一樣嘢就查走一樣嘢，呢種嘅成功感係好重要，好幫到佢哋嘅。第二係一個拆件法，一個好大嘅任務，例如 SBA 校本評核報告，對佢嚟講可能係一個爬唔到嘅大山，好容易令到佢焦慮啊、拖延啊。我哋作為家長可以幫佢將呢座大山拆成好少座唔同嘅小山丘。例如一份報告可以拆成第一，上網揾5份參考資料啦；第二步，寫低佢嘅報告大綱啦；第三，完成佢嘅引言部分等等。每完成一個小步驟，就俾佢休息下，鼓勵下，咁樣佢哋會覺得個任務係可以管理、可以達到，就冇咁抗拒啦。所以理解執行功能嘅困難，係我哋幫助我哋同仔女互動模式嘅第一步。讓我哋就係由監工嘅角色變成佢哋嘅支援教練。多謝收睇。